票錢啊，同埋住宿費用嘅。咁除咗即係中東啦，中東只不過一個例子啦。即係如果係有啲機構去搞一啲叫做譬如話去日本啊，去美國啊，去歐洲嗰啲考察團咧，咁大家都可以參加嘅。咁另外一啲叫做網上商貿考察團啦，咁呢個就叫做應該係因應疫情咧嗰陣時就設立咗呢樣嘢嘅，係啦。咁而家就應該就比較少㗎啦。OK，咁有啲叫做香港境外市場為主要對象嘅貿易刊物廣告，一啲叫做 trade magazine 都可以係 claim 錢嘅。如果你上面登廣告嘅話，咁最後啦就係話建立或者優化申請企業所擁有以香港境外市場為主要對象的公司網站、流動應用程式作為一個出口推廣嘅呢個最 in 嘅啦，係一啲 Apps 都可以咧同政府 claim 錢嘅。我哋睇下嗰個資助上限先。嗱，佢寫住企業申請